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勒尔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欧盟希望与莫斯科建立更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博勒尔办公室的一份书面声明说，他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普京。立陶宛国防部表示，由于在中国品牌手机中发现内置审查功能，建议该国消费者弃用中国手机。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9月21日公布报告称，在对中国制造商生产的 5G 手机进行测试后，发现一款小米手机中带有内置审查工具，一款华为手机存在安全缺陷。立陶宛官员表示，我们的建议是不要购买新的中国手机，已经购买的也尽可能快地丢掉。土耳其和乌克兰正在加强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莱巴宣布，将在乌克兰建造一座生产土耳其 Bayraktar TB2 武装无人机的工厂。大赦国际等3个非政府组织表示，他们已向巴黎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国海关披露战争装备出口记录，特别是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记录。据称，这些武器被用来对付也门的平民。联合国叙利亚独立委员会成员卡伦·孔·阿布扎伊德说，现在不是任何人认为叙利亚是一个适合难民返回的国家的时候，针对叙利亚人民的战争仍在继续。委员会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0日期间编写的关于叙利亚人权状况的46页报告已提交给正在瑞士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级会议。苹果威胁要从应用撤下脸书来应对人口贩卖。据报道，在有报道称社交媒体平台被人贩子利用后，苹果公司威胁要从 App Store 中撤下脸书的应用程序。第6届世界民间史诗节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开克拉开序幕。世界民间史诗节旨在保护世界人民的史诗遗产。